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总统大选在这礼拜六，大家就要来投票，知影到底是谁会当选，而且立委到底是谁上大党？选举总统选甲热扑扑，高阳车拼三卡都，到底谁互谁去保，谁互看出出？嘛有人讲，这阵时胜负已经定了，免阁吐，到底是安尼吗？今仔日咱来听专家讲啥物。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位台灣智庫資深委員張國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三位銘傳大學廣電系副教授杜勝聰。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安。那麼首先，咱就來看，那麼前2日呢，拜六拜日是大選進程上後尾的休困日。昨暗時三黨攏集佇高陽造勢，那麼嘛三個總統候選人嘛，還佫留佇南部來掃街拜票。郭文鐵呢來批評講，國民黨佫繼續來操作着棄保，嘛講着民進黨指控伊是獨立金華城，是選舉無報。賴清德這本時是甲侯友宜互相來指控，長期無重視南部的發展。車隊出發之前，郭文哲的手攏無停過，無用替支持者簽名。那白日前一暗攏佇咧高雄做勢，初八早起，民眾黨總統候選人郭文哲留佇高雄，用車隊佇大社和南亞坑拜票。面對着侯友宜等人提出聯合內閣頂操作棄保，郭文哲批評國民黨選甲無報啊。國民黨哦，我講哦，他也選到一無報咯，一下純就操作棄保。其實我非常清楚，你知道哦。如果把這個選舉搭回這個選舉的主軸是統獨對抗的這種兩極對抗，不用選我都知道結果啊。批評國民黨也回應民進黨指控伊獨立金華城，郭文哲不凡表示有證據就去告。原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早起是對台南上南邊的屏東出發，批評國民黨政府長期重北輕南，而且提出均衡國家建設計劃和城市均衡發展。我有提出了均衡台灣國家建設計劃。我希望每一個城市都能夠均衡發展，共同往前走一步，遠比任何一個城市往前走100步要來的重要。對南部出發的賴清德會和新北出發的副手蕭美琴南北串聯進行全台灣車隊拜票，也那對手國民黨侯友宜有黨主席朱立倫的陪同，來到紅黨主席賴清德大本營的台南拜票，批評台南公電路地鋪頂弊案，質疑賴清德敢有要查？你到底有要查？我定來講，民進黨暗砍才會弊案一掛，唔敢查。所以賴清德佇台南市232天無愛入去議會，有夠鴨吧？批評民進黨辜負南部人，侯友宜呼籲選民愛覺醒，而且閣再表示會組成聯合內閣。選前一禮拜，那綠白攏選擇對南部出發，下晡閣佇咧台南拼場，三陣也攏展現無被退讓的決心。記者綜合報道。咱他佇新聞大當中看到這三黨吼，攏動兵聚集在高陽，而且呢講到啥物話，咱透過這張圖表來做一個簡單的整理吼。首先哦，咱先來講吼，1月6號，韓國瑜哦，在迄天講了2件代誌，引起網絡頂頭大家咧討論一個，就是講，哎喲，你賴清德你一個拖工的囡仔，有通做甲副總統哦。哦，安怎吼？這是頭一個。第二個就是講，你郭文哲在這場選舉就是空氣槍啦，非常鬧熱，但是袂贏啦。這方面郭文哲在1月7號伊就講啊，會當了解伊也受到真大壓力啊，已經要配合操作棄保空氣槍啊，伊就講這代誌。這甲伊私底下甲我講的，攏無共款。這聽起來真郭文哲的講法啦，吼。咱就首先來講，到底，因為我咧想講，你郭文哲，你咧講別人，你嘛咧講家己啊，你家己嘛攏一寡空氣，你講空氣票，難道你空氣票攏無共款嗎？還是講你空氣票，甲人的空氣票無共款？
伊较厉害。什么？你安怎想？是啦，即届大家拢知影嘛，即个柯文哲，伊即届吼，主要是要冲伊家己的政党票啦。因为伊家己其实伊心内知影，伊心内有数，伊知影讲总统伊无可能会赢。因为不管是伊甲男的、甲绿的咧拼什么，拼基层的即个组织嘛，组织动员。第二个是啥物？就是讲你踮咧区域内面，你到底提名几个区域立委？你根本无几个，啊！你无几个，你要哪几个联合甲你作战？所以这个比较来看吼，比如讲柯文哲必须伊咧冲伊家己的立委，这个不分区的这个政党票。所以你认为伊这个回答，无讲家己的空气情是安怎，来讲伊受到压力才安尼讲，你会感觉伊是避重就轻，还是承认讲对啦？我是空气情吼，是真正较无效。其实拢有啦。第一个，伊拢知影，大家拢知影，伊常常讲批评别人，吼批评侯友宜，批评赖清德。问题常常人问伊的问题，伊拢无回答。啊，吼，大家拢常咧讲嘛，你常咧骂，伊男的、女的、女的，拢为头骂到尾。迄当阵大家咧看嘛，蓝白破局以后，伊就开始把这个枪口对准朱立伦，对准侯友宜嘛。伊自头到尾骂到脏嘛，搁咧继续骂啊。啊，所以大家拢知影讲，你柯文哲其实无，虽然讲嘴讲咧水，问题大家拢知影讲，你基层的动员其实拢动袂出来，伊拢是爱靠这网络的动员。啊，当然大家看下，伊这个造势场合其实确实足侪人，人就不止遐多对，呢。确实足侪人。问题大家拢知影，这个人到后壁会起步无？第二个，到后壁敢正会出来投票？哦，啊，这庆幸，我已经前5天来到你的场，甲你嘿当选，啊5天了后，讲想的，搁会投别人，哦，选民人遮无情哦。因为这无法度，因为大家就想讲，我若要选一个，譬如讲啦，我来这个柯文哲的这个造势场合，啊，主要就是讲，因为我无支持民进党，还是无支持国民党，我毋才会来嘛。啊，问题到后壁我会去判断讲。多一个到底会当选啊？所以可能我是感觉讲咧，伊的支持者内面有可能到后壁会变讲分裂投票。分裂投票，变讲总统票无一定互柯文哲。小在咱一趴咱来讲这个会叮当的分裂，吼，关安那分裂，重要是你感觉柯文哲到底是有基层的实力无？因为咱看伊这连续上2摆伫高雄伫台中的动员情形其实算袂歹呢，吼，莫讲伊调工用游览车去载人啦，那伊拢讲伊自发的嘛，吼，伊看起来是声势是不止啊好，尤其那去甲这婚林嘛是一群人会出来呢。当然，伊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吼，已经超过伊过去做市长的迄种的规模，这是确定。但是咧。总统的选举吼，为台湾开始民选以来，你讲第3党爱当选吼，讲实在是吃力啦。而且莫讲是总统，单一选区的选举，就是选一个尔的选举，县市长，你讲第3党、国民党、民进党以外的人当选吼，至少伫较人口较侪的县市吼，嘛是真少。唔捌发生过。对，所以这个就是选民。台湾基本的心理，就是讲，我这票吼莫浪费。所以咧，第3党虽然我可能足支持、足欢迎，但是可能对伊咧这个认同的程度高，但是认为伊会当选的比例一定是较低。所以老师，你有认为像台大李老师讲，上后尾这昨仔去摇旗的，到上后尾一天会变心？因为吼。2大党拢有基础的基本盘，这基本盘是咧，你厝内嘛一定会投，不管是本党提名什么人，拢会投。哦，这个2大党，更一个西瓜出来嘛，达到对，这种的2大党，这种的支持者吼，
数量一定拢袂少啊，所以咧去看现场的这个人吼，当然是一个参考，但是不管如何吼，假使郭文哲市长吼，伊有遐尔啊大支持度，伊就无可能讲即马全台湾每一个立委的选区吼，拢无讲两大党有提名的人，咧立委的选区吼，伊咧郭文哲的这个民众党有赢的，我即马较少有即种的状况。啊，佫看无？他不看无，当然啦，即马袂当讨论民调，但是几工以后就会使看到结果。因为这个郭文哲吼，伊足侪的支持来自少年人，但是伫南部吼，少年人爱转去投票，加减咧困难的程度吼较增加，在地的较士大人的选民吼，政党的支持度其实拢较固定。所以咧，这个是未来的选举吼，你讲是毋是会发生弃保？伫台湾过去的选举看起来吼，弃保拢有发生。亲像以前的宋楚瑜省长嘛，伊嘛足互人欢迎，但是咧，伊家己出来选总统，每一遍拢拄着弃保，拄着2004年，弃保之王啊！伊甲连战国民党合作迄边无弃保。其他咧都是拢是伊的支持度，伊的社王，但是拢比伊的得票较低。伊的形象看起来是较难。对，吼，但是咧，到时阵投票的时阵吼，虽然足侪地方的人吼，拢知影伊好，吼，拢有感觉伊以前的政治的成绩，但是伊无可能会得啊，所以咧，这是足现实的事实啦。所以我看吼，老师你看看当然嘛无一定每一遍选举拢是甲过去共款，但是咧，基本的这种的发展的这种这个支持者的这种的状况吼，也是会当参考。大老师，你认为郭文哲甲经会调袂流失？头拄啊吼，主持人吼。头拄啊，听两位老师安尼讲的时阵，我感觉讲，我要讲这话的时阵哦，我爱小思考者。我爱先甲大家报告。第一，我是新竹中学毕业的。第二，阮兜即摆拢住咧新竹，所以我暂时无法度吼，用即种啥物人赢、啥物人输的即个角度来看。不过我感觉讲，即场选举，咱爱去思考伊的本质到底是啥。第一，一般来讲，咱就正常来思考所谓的三脚督，就是有男的、有力的，佫有另外，毋是男的、毋是力的，伊是甲算伊是白色的，这是政党之间的一个分别。但是我感觉讲，即道的选举可能有淡薄仔无共款，就是讲。伊除了即种坏的、即种拿力以外，伊对即种值的吼，就是讲伊对即个年纪无共款的世代世代的对决，即个部分原来有足强的、足强的即个存在吼。那这是第一个我看到，咱看伊大家即个出来竞选的即个气势，拢原来袂歹吼。但是我就是提醒，除了政党的对决咧以外，迄世代的对决，迄个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甲孙仔即个看法咧无共款，即个孙仔到底是几岁？我嘛感觉讲，我甲算过，起码是45岁啊，45岁到20岁以下，因为咱第一摆咱台湾人政党轮替的时阵，毋是啦。迄个2000年啊，2000年的囡仔即摆都24岁啊，所以咱若讲用手机啊啦，有诶无诶来去看，咱台湾人一工啊，咱台湾人一工咧去看迄个手机啊，即个时间差不多7、8点钟久啦9点钟，7、8点钟久，即个时间的时阵，我甲算佫有老伙仔吼，按照去年啦，2023年诶，即个 NCC 甲资策会诶，即个统计，
超过56岁以上，啊，完了会当收看到咱这个电视的新闻，不管是伊是用 Line 还是 YouTube 去看的人，超过70%。所以我民调咱拢袂使讲啊，规个缺席的时阵但是我必须要去提醒，迄个新的世代的即个要甲因的声音发出来，即个愤怒，甲因的迄种，老师你安尼讲，好惊人，可能有冰准的感觉呢。不会，我不能讲这个，这要剪掉啊！就是说，但因为我必须讲，就是说，这个能量非常的充沛啦。按你说有没有办？老师，你是看伫新竹这个能量，敢若迄个地层错动共款，啊，咁要爆开不是啊，比较有较趣味的，就是小草。那倒不是的，因为小草的，因为阮那个算起来的时阵，嘛袂使讲民调啦，但是伊即摆网络的声量这几个月甲看起来，拢足稳定的第一名嘛。第二，伊迄种互人真感动的迄种小草的威力，这原来有啊，大家拢嘛有当时啊，甲分生笑讲，遮个人的即种对政党的即个热衷，哪像是白莲教啊？是毋是当讲对柯文哲来讲，伊的迄种圈粉的能力很强，所以。我当然是所以老师你已经给他回答啊，应该是袂用气爆啊。人不过我觉得气保应该这样子讲，他可能气他就是气是互相气啦，不会只有气一面哦。那气也可能气到绿的啊，然后绿的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气到哪边，其实他是相互流窜的啦，他不可能说只有气你或不能，它是相互渗透的概念嘛。我咱咧讲气爆的时阵，应该是讲你大我小，啊，我看我袂赢，我就来去摕这个中的，我来斗你。可是我必须去提醒啊，这次3党其实圈粉的能力都非常的有威力。民进党拢差不多意思了。那你有看过国民党那么团结吗？我们从开始跑从上个世纪跑到这个世纪，我从来没有看过国民党那么团结过。这个要去讲。第三，我也要去提醒，你除了世代的对决之外，最重要的是网络通路的媒体啊，媒体通路使用不一样嘛。你现在有多少人看电视？这个我在上电视节目不应该这样讲。我完全把网络播出，你放心。在很多你45岁以下的人，大家到大量的去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先停一下，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讲，爱小心注意，不得较标准的，不是什么人哦，应该是安尼讲。应该这样子讲，更精确的话就是，它的能量很充沛了。至于有没有办法弄到大概那个，这个还要看呢，好，来。李老师，你敢有同意讲？其实应该气爆。我安尼听起来，我是安尼。老师，我来甲你的话，我甲你猜啦哦。老师也认为讲，应该柯文哲是袂用气爆哦。我安尼想啦吼，因为对这届大家拢知影嘛，咱即摆全国性的选举来讲，一定有总统票，啊，过来就区域立委，啊，就过来就政党票。啊，普通来讲呢。这个区域立委支持者吼，你来讲，普通来讲拢较固定。你的支持项，你的支持人，即马佫出现讲，差不多。我知影你要投柯文哲，但是你若要投的时阵，你就千万唔通投迄个绿的，你就爱投我这个蓝的。也有开始这种话啊。有啦，就是讲大家即马开始咧，头路大家拢有咧讲嘛，讲有可能有蓝白合的啦，嘛有可能绿白合的。当然比较少会有蓝绿合啦，因为蓝绿几乎是泾渭分明嘛。对。好，啊，不过蓝白合加绿白合，这届吼，踮咧基站吼，有所谓有小块的所在，
拢有出有啦，现这个有迄庄卡所在哪里的嘛较有啦嘛有合起来啦。啊，母这种情形确实较少。嘛有合起来，唔好，我所接触的，哪里合起来嘛是不少啦。因为迄有尤其是地方选举的战处啦。啊，对啦，迄是地方来讲较有这种情形啦。是，主要是这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伊这用空战，伊就讲你媒体甲我压缩起来啊！哦，我要控告你 NCC， 控告你啥物人吼，你甲我压缩起来。所以有当时实体之外，伊还佫空军吼，哦，伊的空军比实体的人佫较济哦。啊，毋则会出来讲这空气票。你认为伊的空气票敢真正，然后转到讲袂像安尼，万人响应啊，一人到到场。这个空气票吼，假是讲会当超过组织票吼，迄个就袂当叫空气票啦。啊，这是一定。第二咧，就是杜老师头拄仔讲吼，柯文哲嘅网络声音足悬，这我同意。但是咧，若两党吼伫网络吼，嘛是足认真的经营，这嘛一定的啦。起码我看时大人吼。逐工看手机啊，时间哦，比我较济啦。这是足正常啊，因为有赢嘛，伊较有闲，而且咧，网络嘛有足济适合这个时大人的内容嘛。以前吼，10年以前吼，你讲拢是少年人咧看网络，这我同意。但是即马网络嘛有真济时大人咧看安尼。哦，所以这个啊，佫无一定咧哦。较无一定。第二咧，头拄仔主持人讲吼，哪力。是毋是咧？每个所在嘛会下有，因为咧还是有选民吼，哦，基本上较无注意意识形态，哦，伊就在就是感觉讲经济啦、建设啦、服务啦。其实咧，我个人的观察吼，经济的政策、服务啦、地方啦吼，哪里个民意代表吼，讲实在无啥大差别。无差别。哦，你讲发展经济，这个保护劳工，这两党哪力我看拢共款。真正吼每一遍选举吼，我个人的观察，民进党爱赢吼，拢是爱制造，无是就是爱形成一个危机的意识，就是无选民进党，台湾会倒。哦，阿扁也两遍，蔡英文两遍，我认为这种的意识形态，还是危机的意识吼，拢一定有发挥作用。但是我个人观察，这边的选举吼，认为选国民党台湾就会倒，吼台湾就会互统一，这种的人的比例吼，比起顶边的选举，我认为是有较少，因为咧顶边选举，哦，迄个时阵香港出代志嘛，哦，大家拢感觉讲台湾甲是真正互统一。就是这种香港明日台湾呐，对，这种的声音吼，讲实在有上大影响。但是这边吼，我认为足侪选民吼，较无这种意识，就是感觉选倒一个政党，台湾就会倒。吼，这种影响较少。但是咧，一部分的人吼，就会感觉讲啊，即马这个物价受关，厝价受关。但是咧，薪水无关，这种人吼，就是比例上吼，我感觉比顶边的选举吼，嘛有增加。哦，这是事实。哦，所以咧，这对执政党来讲吼，讲实在是不利啦。哦，不管过几工以后选举结果如何，咱看这4年以来，无亲像阿扁啊顶边这阵的时阵吼，要买啊，阿扁啊本身有乌西的问题嘛。至少有这种新闻嘛，然后迄个时阵的民进党的政府嘛有高级的官员和调查嘛，这大家拢知影。当然啦，伊到底是毋是真正有罪，咱无讨论这。但是是毋是有这种新闻有？但是这边至少选到今仔日，民进党的政府哦讲是毋是有亲像过去阿扁啊政府的时代，面对遐尔啊侪个这种的法律的问题、新闻的问题未嘛，无嘛。但是为什么赖副总统的选举无法度亲像顶4年以前摆脱起来？嘿，就是4年以前，讲实在选到1礼拜以前，大家拢知影蔡总统
应该是无问题啦。但是即马看起来，民进党嘛是足认真咧做啊，人嘛是即拢共班的人啊，总统嘛是蔡英文啊。为什么咧？吼，即马所有的人拢感觉讲，沙卡都哦，吼，毋是倒一边明显的赢，吼，这就代表讲选民的心态，甲4年以前吼已经无共。无共款。而且咧，这个顶边的选举县市长吼，这个大家拢知影，国民党是赢嘛。啊，这个国民党赢就代表讲人民对民进党是有不满。这种不满吼，是毋是伫今年以内吼有改变？我看吼改变无大，无多。吼，你讲台北市、新北市、基隆、桃园，拢失去，拢是民进党拢输嘛。所以老师，但是到即马来讲吼，我甲你问吼，这个情形无改变，是毋是民进党无大气力就去解说到互大家来认白讲，这个毋是事实，还是民进党在即摆这个选举的策略，伊选了另外一种途径，无来做这种代志。因为我个人认为吼，因为为去年的年初开始，拢是看到可能3卡都，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4卡都，所以咧，民进党的选举，互我个人的观察吼，是无讲拢拍一边，因为伊惊讲我专门拍一边吼，一边倒去，这边倒去，这个就3卡都就破，吼，安尼对民进党是不利，所以咧。民进党的本身的选举，我感觉吼较保守，但是咧，另外2党吼，国民党甲郭文哲吼，死无退缩啦，逐工拢咧连民进党，这事实啦，所以伊一个拍2个啦，吼，这一个拍2个吼，讲实在对于反对民进党的选票吼，会极大化，吼，这是一个事实啦，哦，所以我看吼，这边的选举到尾啊吼，你讲蓝白合，大家看。为什么失败？哦，就是可能蓝白就认为吼，靠伊个人的力量，拢有法度压民进党。哦，这当然是2党的这个候选人哦，拢有观察。即马对执政党的这种不满哦，不管有是毋是有事实的基础，总归是伫遐。哦，所以县市长的选举伫北部，哦，这个民进党拢输的。讲实在，为民进党创党以来吼。顶边的县市长选举是伊选咧上歹的一边的，为宜兰到台中拢无去，全部无去，毋捌过这种状况。但不管如何吼，至少就代表吼，这种的民情吼，是即马对民进党是较无介意。选举当然是咱爱参考上近的一面，安尼参考的价值较悬。是，当然这甲民进党是毋做甲无好，这毋是今仔咱要讨论的，但是观察起来吼。可能民进党吼真正是有危机啊！杜老师，这吼，他张老师也讲，民进党有危机啦吼。但是就民进党的选举的策略吼，你也有咧舞这个选举的策略的分析。伊是毋是亲像张老师所讲的，伊正手来拍伊，倒手来拍伊，而且哦瞻前顾后啊，惊讲我若甲你拍死，甲你移落去了，这边就浮起来，我就麻烦。所以伊咧拍的时阵呢，就是较讲究的平衡，较无咧用力来拍。有啦，我对民进党来讲吼，就是讲伊去思考的时阵，迄个三角形两边之和，他只要可以把蓝白这样子分开，哈，一个拆开啊，我本来在票数就是稳稳可以去压住每一个人，这是一个战略思考了，这第一。不过我要去提醒啊，其实民进党在做布局的时阵，你去看嘛，不管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我们讲好的啦。那你股票它从8000点到17000点嘛，它的 GDP 的这种成长，还有它现在在洛桑的这个国家竞争力也成长。他的新闻的自由度在亚洲也是数一数二。老师，你讲这种不好啦。不，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讲，我跟你讲，那个固本培元的话，我也不是民进党的，但是要说我要去帮民进党想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战略啊，这个东西才是战略啊，其他的东西是战术啊。但
但反过来讲，国民党有没有国民党的好处？我觉得有因为我就讲一个画面，别的东西不是去讲嘛。因为我们在跑的时候，我记得那个319命案的时候，我也在当采访主任呐。但是你叫我看到连战这样子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然后一定要跟因为侯友宜这样子站在一起拍那象征性的相片，你猜国民党有多团结吗？其他的东西就不用讲了，哪有这个样子？你哪有这个样子团结的哈？这是第一个。然后对于柯文哲的小草部队，柯文哲的其他组织所有的组织都给蓝的绿的拿走了，他要拿什么组织？恐怖的是小草的这一种。非常恐怖的这种社群的能力所以他的相关的这种接触它其实酝酿的这种能量，但是我说真的，你确定我们现在的这一种预测都对吗？我就举一个我就预测2020年呢那个。最大的误差，最小的误差算起来5.1%。哇！你呢？5.1正负5.1的话，不到10%，还有误差20%的。所以你说那个民调可能去参考，但我觉得大家对民调当然蓝绿白大家都拿民调来当自己的护身符。可是我觉得可能更头痛的是，应该要适度导入网络的声量，你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我尊重那我觉得网络声量是不可能去取代民调的啦。但是民调一定要有这段加解，就一定要参数这个部分可能要加上去。然后对于大格局的变化，大家在过去的民调大概都看得到，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可是我去提醒因为民调不是只为第一名服务啊。民调也要为第2名、第3名服务所以我不能够去说我对于结果的看法大体跟民调一致，但是我必须去讲，可能对于那一个要加那个大数据跟网络声量的这个部分，我必须去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种世代的割裂，然后使用媒体不同。然后他们同温层已经很厚，你要去注意这一种爆发的能量啊。所以咱就今仔讲较保守就对啊啦但是我煞来要问3位，即马剩今拜一嘛拜2、拜3、拜4、拜5，像剩应该真正来讲才4天半啦。4天半，敢有可能有啥物绝招会出来？比如讲亲像这个白灵溪这路的，在油青的竞选场跪落去，拜托大家，或者是讲，像这个周子瑜，佮举这旗啊，我讲对不住，我袂使佮安尼，也是郭台铭突然讲出来讲，咱哪军啊团结，我对不起咱中华民国，我袂使对不起中华民国，大家讲好啊无好，要安怎？对啦。因为即马上尾即个4天大家拢会。因为我听到韩国瑜一直咧招呢。是啊，这确实啦，因为自从即个蓝白破局以后其实大家有看，因为侯友宜嘛、朱立伦嘛，甚至于马英九一再向这个郭台铭喊话，温情喊话嘛，就讲你爱回来嘛，你回来拿赢嘛，伊就是不爱甲即个郭台铭跳泡面。因为伊知影啦，跳破面比讲甲郭台铭杀去柯文哲迄边去，所以即个中间到底郭台铭到后壁上要一个暗是暗，敢会透过即个视讯嘛好，还是讲透过电话我支持侯友宜，这无人知影。因为即马我讲正，伊甲即个朱立伦的关系，确实阁有一个摩擦阁伫遐啦。不信任搁伫遐啦，所以比讲伊即马即个时阵搁唔愿徛出来。第二个就是讲，大家看讲到底选情
选情之夜，还是选情之夜前一两天，会出现突发事件没？好比说，大家拢知影，2016年迄当有周子瑜事件，有没有？周子瑜经一案被迫拿国旗，支持，迄当时足侪少年佬不满，足侪少年佬登去投票，安尼嘛。2004年前，大家拢知影，迄当阵香港，迄个反送中，所以唔免有啥物突发事件，大家拢知影，蔡英文迄当阵一定赢，赢偌济唔知影，迄当阵一定赢，大家。好啦，老师，你直接讲，你讲郭台铭敢有可能登来回归，压这个好友的手讲动算？我是感觉讲吼，因若无一定会出现，为加减可能会利用一种方式，譬如讲，伊发一个声明。几率偌大，老师？几率哦，这其实要看讲后壁的人吼，譬如讲啦，马英九啦吼，还是讲伊郭台铭较信任的人。即个海外饭店迄摆吼，讲误汉吼，即个误汉了后，哇！即个国民党大团结，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国家那歹，即个歹啊高趴的即个总统，你甲我怎么样好，怎么样欺人？吼，咱大家咧护住即个国民党，即组织了真大即力量伫呢。确实啦，即届吼，大家感觉讲，其实今年。但是这出戏内面后面咧踢卡的是郭台铭呢。对哦。这就是真趣味啦。老师你安怎看？我个人认为吼，郭董事长尾支持国民党吼，可能性悬啦。伊无正式支持国民党，伊讲伊支持中华民国，这就意思共款啦。所以我讲吼，真正尾吼，上会。造成大影响的吼，除了以外吼，我甲大家报告以前的历史。以前有一遍的历史是王建选院长，伊选台北县长的共款啦。伊迄时阵还未改新北市嘛。尾啊咧，伊讲咧，因为代表新党第三党，但是尾啊伊讲吼，成功不比在我，吼，所以就希望大家吼去支持国民党。因为伊当然，伊咧身份，伊咧这个色彩是无可能讲无支持伊，原来支持伊的人去走去支持民进党。武片内面咧练迄个剑啊，练迄个刀吼，甲上下要讲成功不必在我，在重心一条跳入火坑内面。所以咧，最后吼，是毋是有一位上重要的人物吼？讲出来讲，成功不必在我。这个讲实在吼，咱看。过去是倒一个政治人物吼，要讲的合作嘛是有声有影呢，但是咧最后当然出代志，但是真正迄个时阵有潜力的这种有声有影的合作吼，即马伫地方还是加减有呢，对无？台中的立委候选人嘛有台中市的国民党的市长去支持，不是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嘛是有啊，这是事实啦，所以。最后是毋是有一个上重要的人物吼，讲出成功不必在我，吼，这是爱观察。因为讲实在政治吼是长久的啦，伊这种地位的人吼，对于真正尾啊结果吼，一定比外口的人。你他讲这句话吼，迄在路上迄台车哦，迄 brake 水打落去讲啥？你咧讲啥？哪只又搁听入来？你是咧讲啥？因为选举讲实在，任何的可能性，吼，拢有啦。当然这是一种的判断，但是伫台湾过去的选举，嘛是冇出现过。对啊，嘛是有出现过呢。嘿，咱是讲历史。但这个人敢唔可能是郭文铁，大老师？我唔敢讲啦，你也唔敢讲啊？因为你好清国师呢？不，这个因为还没有到最后不知道，但是张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个部分啊，那我刚好在选举啊，我刚好在现场啊，那个历历在目啊，历历在目。那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呢，我们扣除掉这个必杀的绝技不谈，那大概有几个部分呢？第一就是讲，最后这3、4天比较有可能做的，对民进党来讲，那个有的时候
有内环境也有外环境啊，因为认知作战的这种概念一直出来啊，但是他不会用什么政治去跟你弄啊，他就把你的猪队友全部弄出来，而且猪很色嘛，所有东西就帮你连在一起，用这一个部分去引爆你，那你怎么办？他被抓到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啦啦队在这边就取代了3个球员，有点奇怪，这也许是未来这几天可以值得观察的嘛。第二个部分就是我特别去讲哦，我觉得引起大家深层的愤怒，而且大家都不去处理的文化的，以前就觉得哪有什么文化议题，礼义廉耻的文化嘛，教育的文化，校园安全，你会觉得这一次。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我看民进党的好朋友一定要对，也许最后这几天这个部分不处理好，基本上这是慢的啦，而且这种愤怒值，应该超过他们的想象，好，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刚才讲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潜规则。那个对于那个现在的民众党的团队啊，我觉得大家注意的是，猪咬的幕僚，都是能征惯战的女中豪杰啊，能不能够在这个部分当中？那他的潜规则，或者是要递出友谊的双手，可以闪掉这些女中豪杰的把关，我觉得不见得是那么容易啊，你说啊，到处带奖，大概都是杂音。不过我还是要去提醒一下啦，很多有杂音啊，什么要去成全大局，那谁的大局？怎么不成全我年轻人的大局？所以很多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做这些，就是民众党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可能那种民众他们底下的这一种群众的这种沸腾，让他们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操作空间，其实也被压缩得很小。就好像我们以前，我觉得民众党比较像什么？因为李维基努跟山卓布拉克 N 姐叫失速列车，他不能停啊，他后面的这种驱动力量。但是这车是要行去选这个你确定他可以去？你确定他可以去掌握方向或者是什么？没有啊，那个对他来说，胜负真的不敢讲了。但是你说要去形成那一种像1998年那个王建煊先生的那个非常微妙的暗示嘛，所以那一次很清楚嘛。虽然他的选票只有选个5-6万票而已，但是那个新党的立法委员选得非常好看嘛，而且配票都配得非常成功嘛，那个时候，但是现在的台湾，现在的自媒体。现在的社群的媒体允不允许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现在的酸民的强度，允不允许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我感觉比较像失速列车啦，所以选到最后，我觉得变数最大的可能是猪队友或者是猪议题啦。这是我的看法。点都不是郭台铭哦，你也尴尬？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人而已啊。我们很尊敬他，我很尊敬他，但是。他的力量不是被侯友宜给争取啊，就是给那个柯文哲先生给争取啊，这个部分它的指标性作用还是什么？我觉得还好啦。好，上尾一趴我来请教3位因为时间无多，我来请教3位。人拢讲这个大选拢敢若有这个争这边换过来，那边换过去。顶摆赢，这摆就输；这摆输，这摆就赢。但是这摆是三卡都呢，
敢有通用这个规律来看这项代志？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即摆因为是三卡都，所以总统会这带领带大，这个立法委员选情的这个能力看起来，不管是民进党也好，就是国民党也好，啊是甚至是民众党，伊也无人头带吼，这个效应敢有遮强着？李老师是，即届即个钟摆效应哦，我是个人感觉讲吼，伊还未到后壁，还没有摆回来。简单来讲，也未害倒来。问题是讲还未害偌久吼，唔知影。因为即摆讲害到倒位啊，因为即摆变三脚刀，三脚刀变，大家拢知影讲，那甲你有可能会赢。那即个譬如讲，大家拢知影嘛。民进党的基本盘差不多有4成左右，吼，到不管到哪投，差不多以全国性的大选来讲，伊差不多拢会摕到4成。所以讲呢，其他6成来讲，其他6成若即个侯友宜若有法度，吼，甲即个柯文哲的即个选票压到一个程度，20%以下，有可能会变讲有可能会窜出来，所以变讲会险胜。所以这届来讲吼，不管多一个赢吼，应该拢是小赢啦。哦，所以即马你咧讲总摆到时，即马已经得害倒来袂，因为讲害倒来甲即个赖清德的这边啊袂，即马确实足歹讲。因为他那杜老师也有讲一个真，我感觉是其实是即摆的即个选举内面，大家有讨论到，而且即个氛围也讲到讲。大家日子过来无好，吼，安全拄安全吼。这其实这个讲的拢是反建制的这种世代议题啦。因为大家拢知影嘛。我少年人，我我路咧拍拼，我就无法度拼起去啊。这确实啦，因为踮咧民主国家来讲吼，这个执政党你本来就爱去背负，去保护啊，保护啊嘛。你过去4年还是8年，你的执政一定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到上后壁，大家来检验嘛。若感觉你这个总统袂歹，所以有可能大家讲继续互你的这个，你的接棒人互你。这就是感谢吼，嘛另外你讲，迄个在路上这个影片吼，明显就是叫大家笑灰脸盆啦。哦，你若爱，你若感觉我蔡英文，我满去多上无啊个50%咧，比马总统迄阵是真存9%，好啦真济了。你着笑灰脸盆吼，会当甲阮避应着这个赖清德，甲这个萧美琴，这个效应敢有伫个？我认为一定是有这种效果，但是效果到底有偌大偌完整吼，这是唔知影啦。老师，你即摆看咧？我看假是赖副总统会当继承全部蔡总统的得票吼。即马选举就简单啦，但是看起来吼无遐尔简单啦。而且咧，即马上大的问题是，执政党吼，假是过工这几工吼出现啥物问题吼，对执政党可能是有较伤。为什么会较伤？因为亲像日本好啊，日本即马地动，然后无引起出代志，即马。对伊个执政党来讲吼，一定是不利嘛。因为不管如何，你无应该超回答。对啊，一定是第一无赢，第二是你一点仔做无好，一定人会攻击。但是咧，对在野党来讲，你即马在野党假是出啥物大问题吼，你至少你会当讲执政党为什么你会当互即种问题延续遐尔久，你拢无讲话。好，亲像即马有一个在野党的候选人，我莫讲啥物人啦，伊讲伊啥物财产有问题。安尼人就讲，你顶边选举的时阵，你就会当讲啊，你就会当查，你都查袂起来，讲袂出来，就代表讲，不管伊道德是安怎，法律上是会当过关嘛。吼，这讲实在，台湾的选举吼，其实上重要的吼，拢毋是政党的政策，因为我感觉政党的政策拢差不多，真正吼是上重要是国家这个定位、意识形态。这个重点是吼强对民进党是较有利，但是大家感觉讲袂要紧啦。吼，这边毋是真济，吼，本来讲实在，假是哪里个选举吼，一定这个议题提出来，
但是即摆有大问题，大问题就讲台湾一上爱讲台湾根本唔是通毒的问题，唔是压力的问题吼，所以咧变做吼把迄个问题，把即种上重要的议题吼，甲伊冲破，吼，这是大问题产生的一种效果。所以咱上初啊，伫即个节目开始进前，看到新闻台伊就讲啊，就是讲你看我即摆的选举，都唔是统独的即个问题啊，啊，你就知影讲，哎，上后的结果是啥物？我嘛真好奇，伊讲的是讲，我才会对啦。我个人认为，统独对台湾的是未来前途甲运命啦，一定是足重要。但是咧，这件代志重要哦，无代表人民还是选民一定感觉伊重要。意识到。这是两件代志，有的代志足重要，但是大家感觉伊无重要；有的代志无重要，但是大家感觉伊足重要。吼，所以这边的选举，我认为吼，不管如何啦，国民党的选举的过程吼，伊犯的错误是，我感觉是较少。所以咧，伊咧民调吼，国民党的候选人，我看哦，即个即马袂当讲民调，但是不管如何吼，伊会当赢新北市的市长。吼，即马来讲吼。是毋是大部分选民感觉讲啊，伊这个也袂歹，还是感觉讲赖副总统伊咧对国家的这个未来希望较好？吼，这两边的人吼，我感觉一定会压到国民党的得票，空间一定会，吼，这是必然的。而且咧，立委的选举嘛要搞啊，这边毋是选总统，嘛有选立委呢。每一个立委的候选人买啊，几工一定是抢票嘛，一定是拼嘛，伊当然是为家己拼。嘛为伊本身的进总统候选人拼嘛，所以咧，安尼对郭文迪来讲，伊无遐尼啊侪立委候选人回斗拼嘛，哦，这是一个事实啦，对无？好，即摆我看咧立委候选人就是哦，这个街扫街啦，甚至街顶安尼拜托啦，迄个拢是无问题。我逐工拢看到每一个党的人拢伫台北市、大安区、信义区拢有啊，但是郭文迪咧无即种人啊。所以最后伊是毋是互压到伊咧得票吼？我感觉可能性是足悬的啦。老师，你也感觉讲这几工啊，佫有变化了，对吧？一般来讲哈，我的想法大概是几个啦。第一，找不到一刀毙命的绝招啦，找不到一刀毙命的绝招啊。不管是哪呀，是对的，那个黑枪事件都曾经出现过嘛。那你怎么可能还可以去找到比黑枪事件啊？然后连香港都用了，你说要去找到多怎么样子，要打再见全垒打什么？我觉得机会不是很大。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觉得不要一直讲负能量，因为。所有该骂的恶毒的话或者是议题，已经全部都被用光了。到最后的100个小时，这最后100个小时，我其实提醒一下，我多么希望台湾是大家都是选到因为他的优点而选他啦，不是因为我。那老师，你有影是老师啦。不，因为你去想嘛。你不觉得，那个赖清德像唐泽寿明一样的帅吗？那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从来没有看到像那个侯友宜这个样子，从10几%刚开始出来选的时候就卫药案一路打到这样子难分难舍。你有看过国民党什么时候出现那么耐打的人吗？没有看过吗？然后那个对柯文哲来说，那个已经被蓝绿两党阿鲁巴连续8年，你说他不耐打嘛？所以这3个人，你不管怎么样子去看，他都有他的优点，然后你通通都不看优点，然后只有用缺点这样子放大啊。其实到1月13号成果揭晓之后，然后你们再流下鳄鱼的眼泪，你不觉得很恶心吗？所以你最后可以去圈粉的东西。其实试试看呐，用正能量圈粉，说不定可以圈的比较好啊。加减可贵，最后一句话就是，咱敢若一个台湾，咱爱笑花莲盆啦。
好，来，想要1分钟了，来，李老师。是啊，确实啦，这届选举吼是一时的啦，像咱国家是永远的，所以为着咱国家的未来，确实咱爱选一个，大家感觉讲未来4年应该放心交予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啦。安尼我知影，今仔日的感觉哦，就是张老师他讲的，成功不必在我，是不是安尼？我是有希望吼。拜6选举的结果就是，互全世界看到台湾人是选到一个上好的人啦，毋是放杀一个上歹的人啦，放杀2个上歹的人，选到一个较无较歹的人，希望是选出一个第一名的人，上好的人，这当然就是爱政治人物咧拍拼啦。但是所以你无希望咧，成功不必在我发生啦。这个当然，假使发生这对倒一党较有利我是嘛是做清楚的代志啦。好，感谢，谢谢。